今年25歲嘅小白13歲時第一次吸毒，佢曾經試過索 K、吸食毒品冰以及揈頭丸等。佢認為校園驗毒計劃對未試過吸毒嘅學生會有短期嘅阻嚇作用，但係佢又話政府即將推出嘅校園驗毒計劃會令本身已經無心向學嘅學生更加唔想返學。我會首先第一個係唔返學先啦，一定係唔返學，因為本身講真，你嗨得嘢嘅有陣時嗨大咗，你已經會唔想返學㗎啦，你仲要無端端又要加多個，令到我更加唔想返學咯。咁我會避咗佢。明愛喺今個月初訪問咗近700個12至30歲嘅年輕人，近70%受訪者認為校園驗毒計劃會標籤學生，5成半認為計劃會侵犯個人私隱。調查又發現，近6成半受訪者接受驗頭髮嘅驗毒方法，接受驗尿嘅就有2成7，過半數人認為唔應該將驗毒結果交俾警方。有學生就話知道身邊有同學吸毒，唔介意自己被抽中驗毒。咁驗咗會覺得自己係冇啊，咁可以俾人知道我清白。驗到學校有冇導遊呢啲，咁令到學校嘅氣氛都可以好啲。唔願意參加計劃嘅學生，主要係怕麻煩同埋怕被標籤。如果要驗尿嗰啲就唔好啦，因為係咯，我覺得咁我都冇吸毒啊嘛，咁我唔使俾你知噶嘛，咁係咯，咁麻煩唔好啦。我都冇做過，點解要我無啦啦驗啫？係即係覺得驗個感覺唔好嘅。即係唔係咁好，好似俾人即係好似有啲少少標籤咁樣咯。其實我好相信我嘅同學唔會有呢啲嘢，但係我會勸佢哋試一試，咪即係投入啲呢項活動可以驗毒係咯，因為會對知道自己身體狀況啊嗰啲啊。